10号一早雨真正搁大搁急，记者10点外来到安南区安中路一段甲安中街口，水差不多1米半的恁啊悬，整个马路就是水路，民众讲根本亲像风台天，嘛有民众机车、吊车只好用牵的，甚至机车行强水淹要入厝，紧急自备抽水来射，形成毋是好事泉水，而是抽水的特别景象。当然，警方早的风气警戒线，避免有车辆进出。这边常常淹吗？只要下大雨就会淹。下大雨。对啊。今天算淹最高的嘛？对，就今天跟上次88水灾那一次，就这两次会淹比较多。面对西南风所造成的豪雨警报，台南上大3点钟雨量就是安南区的102毫米，已经达到第时豪雨等级。比起累积到135毫米，是全国上侪。施雨量已达到目前的雨量呢，已达133，为全国最高哈。那造成我们的安中路一段，那还有我们的城北路城西路啦哈，那还有我们的台江大道等等都有多处淹水的状况哈。那区长在这里呼吁了哈，除了家户来加强整个一个防灾因应以外呢，我们在各里都有备有沙包可供取用哈。那另外呢，如果还有一些退水之后造成道路坑洞的部分，也麻烦能够及时通报，我们及时来处理。大自然的力量是无限的啦，所以说我们人为的工程是有其极限的，所以我们其实已经花了很多的心力做了很多工程，但碰到短延时强降雨也是很头疼的。像今天在安南区我们看到了，在短短的1小时之内下了将近60-70公里，所以说还是造成积淹水。不过积淹水大概10几分钟就退掉了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个雨不要一直在持续下去，那这样以免对民众的生活造成更大的不便。那工程能够做的，我们都尽量做的。那如果排水孔道有阻塞的，我们赶快去清；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希望说老天雨不要下太大。虽然市长无来表示天公伯落这么济雨，不过市府昨8点就有3机开设，巡查所有抽水站移动式抽水机的运转，希望降低强降雨对台南造成的影响，也提醒市民随时注意天气的状况，做好防范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